K 後唱爆九展，索爆走光添。睇唔清佢係邊個？唔緊要，最緊要知佢勁唱得。哇！喇叭都唱到拆埋，厲害咧！台灣 K 歌天后叮當前晚嚟香港開 show， 聽到 fans 出晒意遊。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，想要飛呀飛，卻飛呀飛不高。佢唔止唱得，身材仲得添啊！咪住，件衫好似有啲走位，唔通係谷得太狠？因為我們中間，因為其實有一點小慌張啦，還蠻短的時間要換裝，然後就覺得大家都在比較，就一直在等我，所以就自己也比較緊張吧。哦，咁咪仲養眼，fans 有意外收穫啦！